喂，南北對流個大平層果然係名不虛傳啊！朋友想要雞肥又要雞輕嘅，睇呢度啦。呢度我足足幫你慳咗100萬。你問我點解？因為呢度嘅大平層188方，單價僅需要6000零蚊就可以攞到啊！你問我有冇咁多格粒隨街跳嘅就係呢一個188方南北對流4房3衛嘅大平層。跳嘅就係呢一個188方前後視野冇遮擋嘅大平層。跳嘅就係呢一個188方連長輩房都可以享受到奢華嘅大平層。做人最緊要係咩啊？要孝順啊嘛！你要有嘅，你老豆都要有。跳嘅就係呢一種188方盡享奢華嘅主人套間。咁大間房，咩化妝品放唔到啊？你老婆都少講兩句啦。跳嘅就係佢生活夠晒方便，2公里範圍之內，山姆超市、中山北站，衣食住行盡在眼前。如果你覺得呢隻雞又夠肥又夠輕嘅，喺評論區留言3個6，我 send 詳細資料俾你。